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2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历代志下卷第2章第7节到13节，马可福音13章32节到3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预备。圣经当中概念预备，并不是一个说有了预备就可以在那边翘着二郎脚，然后就像台湾话的俗语所说的吃青饭的蛋里啊。圣经的概念当中其实是更积极的，反倒是一种警醒随时备战的一个意思。因为圣经在形容主再来的日子，就如同是贼一样的来到，他不会通知的，也不会有预警的，因此人的预备必须是全备的、谨慎的，更是需要警醒的。当上帝告诉大卫王说，你不是那一位要为我建造圣殿的人，而是你的儿子，大卫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反倒是更积极的建造圣殿的预备。今天的旧约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候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他如何预备，并邀请其他国家一起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在历代志下第2章第7节到13节。现在请你派一个手艺高超的人来，会雕刻，会用金银铜铁铸造东西，会织蓝色、紫色、朱红色的布。这个人要跟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工匠们，就是我父亲大卫挑选出来的工匠一起工作。我们知道你们的伐木工人技术高明，所以请你从黎巴嫩运香柏木、松木、檀香木给我，我要派人去协助你的工人，预备大量的木材，因为我要建造的是一座巨大宏伟的圣殿。我会供给你的伐木工人2000吨小麦、2000公吨大麦、40万公升的酒和40万公升的橄榄油。西兰王送信回复所罗门王说，因为上主喜爱他的子民，立你做他们的王。颂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天地的创造者，他要赐给大卫王一个这样有聪明才智的儿子。这儿子计划为上主建造圣殿，也为自己造王宫。我现在派一个非常聪明熟练、手艺高超的工匠给你，他的名叫户兰。我们看到这样子，大卫的万全准备，也让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学习做完全的准备，让他自己所罗门王能够随时就开始建造上帝圣殿的一个工作。耶稣基督每提到他的时候，他的日子，总是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说天使不知道，连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更简单的说，时间到了你就知道。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这么样的跟法利赛人跟众人说的话。至于那要临到的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不知道，儿子不知道，只有父亲知道。你们要留心，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时刻什么时候到了。
正像一个人出外远行，把家务交给仆人管理，分配每一个人的工作，又吩咐门房当心门户。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傍晚，也许半夜，也许天亮以后，也许日出以后。假如他们回来，别让他们发现你们在睡觉。我对你们讲的话是对大家讲的，你们要谨慎。诗篇147篇12节到20节。耶路撒冷啊，要颂赞上主；西安啊，要赞美你的上帝。他使你的城门巩固，他赐福给你的儿女，他保卫你世境平安。他用上好的麦子喂饱你，他一向大地发出命令，他的话就立刻传布。他降下羊毛似的白雪，他洒下灰尘似的薄霜，他抛下沙砾似的冰雹。他所吹来的冷风，谁都抵挡不住。他一下令冰雪都融化。他一使风刮起，水都流动。他把他的信息传给雅各，把他的教训传给以色列。他对别的国家没有这样做，他们并不知道他的法律。要赞美上主。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救恩，又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谨慎、警醒，随时预备，迎接你再来的日子，不叫我们因为疏忽、因为松懈、因为不够警醒而失去见主的机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